首先我要講嘅就係衷心咁感謝中央應急管理部、國家消防救援局、廣東消防總隊呢次滅火救援行動對香港消防處嘅支持。廣東消防救援總隊係借出咗10輛無人機俾我哋喺呢個滅火救援行動，同埋一啲外骨骼嘅儀器咧，去幫助我哋喺災後嘅火警調查過程，同埋係運送一啲資源咧，去翻一啲肇事樓層，或者去將一啲肇事樓層嘅工具咧去移除。我哋本身係有無人機喺香港運用，有廣東消防總隊額外嘅無人機嘅支援咧，可以令到現場嘅無人機咧可以幫我哋做監測。喺一個個案裏邊咧，可以監測到天台有2個待救嘅人士，我哋咧可以成功咧將呢2個待救人士咧去救活地面。另外喺外骨骼嘅使用方面咧，用到咧喺災後幫助咧我哋咧去搬一啲比較重型嘅火警調查嘅工具，去運送到去現場。呢個外骨骼嘅機器咧，更加可以幫到同事咧係慳翻60%嘅力，可以咧令到佢哋咧有更加充裕嘅體力咧去執行其他嘅任務。